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新竹市18尖山呢，其实对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保存24尊石头做的神像，也毋过最近所有人发现讲，其中一尊买100担历史有100公斤重的这个观音菩萨像，竟然熊无去啊！当地机关是指出讲，因为这个神像呢是无登录做文化资产，所以无负责单位要求市政府爱重视来纳入文资的保护，也爱建立巡查的机制。也那市政府是回应讲，会先派警方加强巡逻。18尖山是袂少新竹市民加入运动的好所在，伫遐有保存对日本时代敬奉的33尊石头佛像，尾仔因为开发造成部分无去，剩24尊。想袂到最近却有人发现讲，其中一尊观音妈竟然也无去啊！民众也曾经向市府通报，得到的回应是未登录文化资产，也没有相关单位直接负责。新竹市文化局在对这些石观音呢进行补登录文化资产的程序，也要建立一套机制、巡查的机制，以及后续的管理维护的责任。是有感情的，只不过它的文资声温也许不像那个新竹州土今年100年，那它因为没有声温地位，所以好像就因为这样子不被重视，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因为被偷。我们就让市民朋友一起来论述，知道这个18尖山的这些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性。新竹市文化局指出，目前已经要求18尖山管理单位加强巡逻，另外后续也会照文资法找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，厘清石头观音的文化价值。后续呢也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，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他们是否能够指定为我们新竹市的一般古物。那也呼吁市民呢能够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。议员认为，无论石头观音未来敢有认定出文化价值，相关单位拢应该爱加强管理，嘛呼吁市民做伙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